歡迎收睇《置業攻略》。政府計劃喺今個年度再將多個租用辦公室搬返去政府物業或者係較平租嘅私人物業，預計每年可以慳返過億嘅開支。政府持續退租，會唔會令低迷嘅商廈市道雪上加霜呢？我哋今集請嚟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及顧問諮詢部董事湯卓軒嚟同我哋傾下。Jack 你好。你好。就睇翻資料啦，政府嘅政策其實就盡量係用政府嘅物業去做辦公室嘅，但亦都會因應一個地點同埋運作嘅需求而去租用一啲私人物業啦。其實政府一般租用呢啲辦公室係喺咩地區同埋以咩類型為主呢？係咁，如果以地區嚟計咧，我哋發現咧，佢就以觀塘區係最多嘅，就佔咗22%啦，大概都有100萬尺嘅樓面。咁而其次就係屯門啦，咁都佔咗9%嘅，係啦。咁就反而咧，一般嚟講咧，以呢個核心區，我哋如果以中環、灣仔、銅鑼灣同埋尖沙咀嚟計咧，反而個佔用嘅樓面唔多。呢3個地區加埋都只係得12%，大概60萬尺嘅樓面嚟嘅。咁如果以我哋自己個估算咧，甲級商廈咧，咁都係一個主要嘅租用目標，咁超過咗一半嘅，過呢3年都。咁都從呢幾個方面都可以睇出，政府咧佢哋喺租用呢一啲私人市場嘅寫字樓面嘅時候咧，其實主要都係以翻佢哋部門嗰個運作啦或者地點嘅要求而做嘅。咁而喺一個單一嘅寫字樓面方面咧，我哋就睇到咧喺港島區嘅呢個太古灣道14號同埋呢個九龍灣嘅宏天廣場咧，裏邊係有比較多嘅一個政府嘅部門去租用啦。咁就大概都有19萬尺同埋12萬尺嘅樓面嘅。咁但係由於本身佢兩個呢個寫字樓嘅業主啦，呢個基匯資本同埋信和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嘅寫字樓嘅組合啦。咁所以以成個組合計咧，都只係佔佢組合嘅2成同埋4%就唔多嘅。咁如果以真係組合計算比較多啲咧，反而就係呢個九龍建業，咁就係喺呢個太子嘅創智中心，咁有接近42%嘅樓面咧，係租咗俾政府嘅呢個部門去做呢個運作嘅。政府上個年度其實已經退租咗20個呢啲私人辦公室啦，今年度咧係計劃再退租26個。其實而家寫字樓空置率長期高企啦，舊年都係創咗一個新高嘅，係咪即係政府咁嘅舉動會再令到呢個市場受壓啊？嗱，咁當然啦，佢哋官方嘅講法，佢哋而家做呢一個行為，當然就主要係為咗要慳錢啦。咁我相信咧，喺呢幾年即係持續嘅財赤嘅情況之下咧，咁政府都必須要咧展示個最大嘅決心咧，就係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去減低佢哋嘅營運成本咧，就係同市民共度時間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比較合理嘅解釋。咁但係當然啦，咁如果以私人市場嗰個狀況，我哋都當然一路見到都係唔樂觀啦，即係空置率高企啦。咁亦都嚟緊供亦都會多啦，係啦。咁講緊係總共嚟緊4年嘅空置加呢個新供嘅樓面係超過1700萬平方尺嘅。咁但係我哋相信政府嗰個取態咧，應該私人市場嘅情況咧，都係最主要就留翻俾私人市場嗰個自然去調節。咁而佢哋可以做到嘅咧，只係盡量減低佢哋即係將呢啲租嘅樓面騰翻出嚟嗰個衝擊。所以我哋見到過呢2年咧，其實佢都係逐步騰出嚟，由2022到2024年咧，總共只係減少咗大概10%度嘅佢哋租用嘅樓面，就希望將佢哋嗰個衝擊咧係減到最低嘅。咁啲業主有冇話採取啲咩策略去應對政府嘅呢個退租嘅趨勢咁樣？嗱，咁其實咧一般嚟講咧，其實對於業主除咗喺一開始租嘅時候已經講明係短期嘅租約之外咧，大部分佢哋都會將呢啲政府嘅租約咧當成一個比較我哋叫鐵約鋪啦，或者叫鐵約嘅租賃啦，係比較長期啲，都一般嚟都係5年以上去計㗎啦。咁而一般嚟講，但係亦都佢哋嘅裝修相對比較簡約啲嘅。咁所以當佢哋真係一旦會出現退租咧，咁你就可以想像咧，佢哋嗰個裝修咧可能都相對比較殘舊老舊啲，就未必可以即時咧將佢係連裝修咁樣咧喺呢個市場上面出去放租翻俾其他嘅客戶。咁喺今天我哋見到其實咧一啲如果唔連裝修嘅單位咧，其實咧相對係比較難以租出啲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呢一類型嘅業主有機會咧，可能都係要揼少少嘅成本去將佢再翻新啦，或者係將個租金咧調低咧，先至可以將呢一啲空置單位租翻出去市場嗰度嘅。最近亦都見到咧，港交所即係都係有政府持股嘅背景，以呢個每尺4萬蚊嘅天價去買咗交易廣場嘅一啲樓面啊。其實你點睇呢個交易，即係對成個市道嗰個啟示係啲乜嘢啊？
嗱，咁呢度先可能要澄清翻少少咧。當然而家置地嗰個慣例咧，佢哋面積嗰個計算法係用淨面積計嘅，咁同我哋一般睇出邊嗰啲用建築面積有少少唔同。咁當然我哋揾唔到一個正式嘅數據，但係如果以我哋嘅估算嚟講咧，咁如果以嗰個使用率大概80%嚟講，其實嗰個尺價咧就去到大概32300度。咁當然啦，同翻最近喺金鐘啊、散售嗰啲甲級寫字樓去都講緊18000到20000蚊一尺咧，都係講緊有6至7成嘅一個日價嘅。咁當然個價格都係會相對比較高。咁啊當然啦，我哋睇翻整體嗰個物業嘅質素啊、位置啊同埋管理都當然有分別啦。同埋本身港交所咧，亦都可以咁講喺呢單交易裏邊咧，你與其話佢對嗰個物業市場係有信心或者係要撐住個樓市，不如話佢對整體成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前景咧係有信心，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就決定以一個咁樣嘅價格咧去購入佢嘅總部咧係作為一個自用。咁同埋佢本身喺呢一單成交裏邊，其實佢都有一啲嘢得着嘅，譬如喺買入之後咧，其實置地都承諾咗會投資最多4億去翻新整個大堂啦，亦可以直接連接咗佢而家本身嗰個交易大堂啦，亦都會喺成個一期嘅頂層咧係做翻香港交易所嘅一個 signage，即係叫廣告招牌嘅。咁變咗咧，其實亦都更加鞏固咗港交所作為呢個香港一個叫做交易總部嘅一個地位嘅。但係另一方面喺置地嘅立場，即係置地作為中環大地主，其實都好似係超過30年嚟第一次再賣嘢。其實會唔會係即係都睇淡香港嘅商廈市道，所以咁樣做咧？嗱，咁呢個我就會從幾個方面去分析佢今次都有一個交易背後原因啦。咁當然即係從最表面嘅財務分析嘅，即係佢本身都有講到話，其中嘅80%嘅回收到資金會用嚟減債啦。咁但其實佢本身嘅債務水平都唔高嘅，都係16%度。咁本身就即係未必有個咁大需要。咁但其實本身喺舊年有2件大嘅事件咧，關於置地都發生咗嘅。第一件就係喺6月，其實佢都公布咗佢對呢個置地廣場會做一個好大型嘅翻新計劃，叫 Tomorrow's Central。咁總投資會係超過78億嘅港元，而佢自己自資都會投資31億，係啦。咁其他合作嘅高尚零售品牌咧，亦都會係負責其餘嘅47億嘅投資。咁就係會將成個置地廣場嘅商場部分咧，打造成一個國際級嘅一個叫做商業嘅地標啦。咁所以變咗呢一樣亦都係體現翻佢本身對香港嗰個商業市場長遠前景嘅信心啦。咁另外亦都舊年10月佢亦都出咗一個叫做策略性嘅回顧啦。咁其實亦都係將香港、新加坡同上海定為佢3個咧重點發展嘅城市，係啦。咁但係當然裏邊咧，亦都會有一啲所謂嘅一啲資金嘅回調或者叫 capital recycling。咁可能就會將某一啲佢哋定義為咧相對比較成熟嘅一啲物業咧，可能會出售將資金咧再重新去好好運用。咁但係其實有一樣嘢，我諗都未必有太多人講嘅，就係話咧，雖然今次佢係將其中部分講緊9層呢個交易廣場1期嘅寫字樓面買咗俾港交所，咁但係其實港交所咧亦都係佢哋過去呢40年一個好主要嘅策略性嘅一個合作伙伴，係啦。咁但係當然以過去40年嚟講，佢嘅關係都係一個業主同租客嘅關係。咁今天但係做咗呢一單成交之後咧，反而咧就令到咧佢哋同港交所咧完全處於一個對等嘅地位啦。大家都係業主，咁大家都叫坐埋一條船，咁變咗咧都一定係有一個好強嘅意欲咧，係繼續將成個交易廣場或者成個中環嘅呢個寫字樓 portfolio 咧，係將佢打造成一個叫國際金融嘅地標。咁反而對於置地嚟講，可能咧係只係出售咗10%到嘅關於交易廣場嘅一個樓面咧，但係對佢餘下90%嘅樓面，其實嗰個價值咧，可能係反而會有增值嘅空間嘅。今日唔該晒 Jack 同我哋分析置業攻略時間嚟到呢度。